局長，公私營醫療失衡同埋面對人口老化等等嘅問題咧，香港係必須有需要咧做呢個醫療改革嘅。但係你嗰個改革嘅幅度啦，同埋加價嘅幅度，仲有豁免機制嘅方法，完全係冇諮詢到。唔單止係講緊坊間冇諮詢，喺立法會都冇諮詢到。所以好希望當局係認真聆聽我哋反映嘅意見，並唔係好似你主體答案裡面咁講，申請程序包括長者內嘅病人話不繁複。而家係好多嘅求助個案嚟到我哋嘅辦事處話嗰個申請係非常之繁複，包括頭先咧有其他議員講馬會裡面嘅錢啦、八達通裡面嘅錢啦、支付寶裡面嘅錢，而且每間醫院同每間診所嘅做法都有唔同，有啲係要求印出嚟嘅，有啲就咁俾出嚟睇嘅，而且你同議員講解嘅咧，只係叫佢哋講解出去講解，冇一啲咧係點樣處理佢哋嘅私人資料嘅安排或者行政嘅支援，甚至乎影印費都係冇。所以我想問一問局長，你講到咁多人可以成功申請咗，究竟你額外請多咗幾多嘅人手去處理今次你所講嘅唔繁複嘅機制？唔該。改革咧係需要有決心、有勇氣嘅。而今次個改革幅度咧，我哋已經係評估咗好多方面嘅因素，考慮咗好多方面嘅因素。改革如果唔到肉咧，就唔達至效果嘅。咁今次改革之後，我哋睇到2個幾月嚟咧，特別喺一個急症室度咧，就睇到係一個成效。我哋睇到危急嘅1、2類咧係冇任何嘅減少，佢哋甚至個3類緊急嘅病人嘅達標率係更加高嘅。相對4、5類啲唔急嘅病人咧，嗰個減幅咧係好明顯，亦都令到佢哋嘅輪候時間咧係減咗嘅。至於你提到嘅個申請繁複咧，毫無疑問咧，申請係需要睇資產個經濟嘅審查嘅。不過又係用數字説話啦。如果2個幾月入邊已經有即係20萬嘅人係申請咗咧，呢個係一個好清晰嘅數字，話俾我哋聽咧。其實係特別係嗰啲低收入嘅家庭啦，佢本身個資產係比較簡單嘅話咧，個審批係好快嚇，大部分80%嘅，接近有啲聯網係90%嘅人咧係即日就可以做到審批。醫管局係喺去年嘅11月起成立咗一個專隊，係醫院管理局嘅醫療費用減免嘅專隊啦，係大約有180人係負責呢個嘅。咁佢哋會隨住嗰個申請嘅數目有調整嘅話咧，會調整呢個人手嘅。咁我哋嘅數據睇到咧，就係最初嘅時候咧，嗰個申請人手咧，平均每日係申請嘅人數啊，平均每日係5900人嘅高峰。咁但係咧到最近咧已經跌到落去3400人㗎啦。咁我睇到嗰個大部分需要嘅人咧係申請咗。咁之後我哋會繼續檢視個人手嘅。多謝主席。